好多人買翻去嘅水晶係冇能量嘅，真正嘅能量水晶係可以助力主人。如果冇真正嘅師傅去幫你正確咁樣去做，你嘅水晶係唔可能成為法器，只係飾品。我就可以做得到。水晶做好一定要係淨化注入能量，缺一不可。響到達你之前，水晶係經過好多地方，好多唔一樣嘅人帶住複雜嘅能量，所以淨化係好重要。用流動嘅水沖刷一段時間，溶解同埋稀釋負能同埋阻塞，自然晾乾後，我都會用四維空間連接睇到小主真正嘅狀態去幫助你。選用鼠尾草、西藏神草、秘魯聖木、藏柏香氣煙熏，火清除水晶舊嘅狀態，羽毛扇風散停滯嘅能量，再通過你嘅個人命理揾到呢一個世界唯一屬於你嘅生旺密碼。你嘅一生就好似電影故事一樣，一個個章節我可以全部提前放俾你睇。請水晶，我強調嘅係為我所用，助我乘風破浪，先至係我做呢個系列嘅發心。我想幫助更多嘅人遇到佢最好嘅人生，所以最後一步用超高維靈性注入能量到水晶嘅時候，都係向呢個基礎上去做嘅。真正喚醒沉睡嘅水晶精靈，讓佢成為你嘅守護神，咁去真正咁幫助你嘅當下，解決當下。所以中國易經一本真正嘅東方智慧寶典，每個人嘅現在、過去、未來，早已經響雲端可以預見。把握時機係易經一直強調嘅。